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嘅节目。礼拜是过年咧，系咩？所有嘅乡亲朋友，下度嘅变数吼，那不下今日都强力准备咧过年。唔但像系安样样，一般人吼听出来买一盆也好，2盆也好，你讲抢嘅节目变到不下，不论系造吹，然后造富贵，然后都不下变到降也好。所以今日特别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过年嘅你做啲变物嘅东西吼，大家来分享你今日类比，佢系你嘅创作歌手日肉天唔过今本日。佢係用一種專業嘅陽台規劃師來到現場，大家分享佢是喺呢個日落天分享。大家好，我係玉田，基本見東方魚來到下面。真的，基本有一些競種，對不對？為什麼？因為講呢，因為基本嘅身份冇強用。以前來嘅時間，以前來嘅時間就會衝過誒，大家就會知道，哇，我們的創作歌手玉婷，唔過基本一來嘅時間，誒。這整個氣場不一樣看起來全部都係我自己是設計的，我自己設計嘅。哦，所以你看今天的氣場就不一樣，然後就會覺得哦，基本也可以用台規劃師來到呀，而且帶來就是這種看起來很高級的一種花藝來到現場，有按有嘅感覺。其實它也沒有說很高級，你看，即使你去花市，你看啊，這些花都在就是一盆都是在100塊以內這樣。哦，真嘅，只有蘭花，它不要，真嘅，因為我講哎，那邊好像有很嬌貴的蘭花，不過那比較貴。你的意思講其他你看到嘅一盆嘅東西，其實你去到法師嘅時間蠻便宜的啦，100塊也好，150塊就買得到，對不對？哇，太棒了哈！為什麼今天特別有像玉婷來到亞同大家分享，就是為過年呢？你不覺得過年的時候？在家裡就是一定要放一盆也好，2盆也好，按樣嘅。就會有一句俗語，好像是說，就會講，過年嘅時節，不管你有錢還是冇錢，一定會買花。那這樣過新嘅一年，你才會發。真的嗎？和發哦，真嘅，有一種發。鄉親朋友係講，今年過嘅買花嘅，家準備規劃落嚟買一盆花俾我們，哇！因為你按用錄音時就得發，就是動旺嘅意思，發財對，發，對，然後很旺。哦，原來是這樣，因為我嘅意思係講哦，因為過年嘅時節，不知道為什麼耶，家裡一定要放1盆。2盆以上新的，就是整個花在家裡，然後就會有過年嘅迷信。對，唔過今年吼，大家唔必要躺，就是躺進來嘛吼，我小幾期嘅事情係講起用台規劃師吼，所以這是一個很新的名詞，就是很少人會這樣討論過。你係咩用台規劃師，對不對？我們會說插花老師、花藝師、建築師、室內設計師。不過今年特別同大家來講嘅就會陽台規劃師。所以你現在是陽台規劃師，就是斜槓。對，那是做些什麼內容？就是像我家的陽台，就是我也會之前會帶着小朋友種生菜啊，然後還有這些花花草草。像我之前我們有種洋桔梗，還有幹嘛其實很多啦。這些我都種過，現在你看到的。所以意思就會把陽台變得綠化美美的。因為太嘎，其實因為我現在住在桃園然後旁邊的住家大樓的陽台，你會發現，騎歐羅巴 S 姐騎過去就，這邊的陽台全部都空的而且會晾衣服。其實我下嘅陽台咩也有晾衫嘛，對。可是你就是陽台除了拿來晾衣服，你還可以做其他更多的利用方式，不是只有放洗衣機啊這樣子之類的。我覺得這樣真係輕鬆用，因為講掉，大家有發現冇？其實吼，因為你哋帶到都市感應，其實空間好細。冇可能我面前有隻動態嘅花壇，希望我係講呢時候有隻細花壇，有冇地方，其實陽台做得好好的規劃，你規劃應該心情會變到多麼強壯，像我哥哥，也不下也係公寓，可是他陽台就是好像有個小天地，對，你就會知道講第一步下嘅時間，你望出去，雖然就2坪。可是你就會覺得好像是另外一個世外桃源，跟心情就會變到清好。或者說，其實陽台規劃是一種專業嘅條路，其實是講聽東陽波下嘅陽台，哇，它可以幫你綠化那個整個陽台。會幫忙買植物嗎？我們會啊。我們會像之前有一次我服務一個客戶，他們算是頂樓的露台，那我們就是把它規劃，然後
就他也有这种植物，但是他家里还有种了，就我们就还帮他种了香菜、芹菜，还有当欧，就很多青豆种哎。其实我哋有青豆给你喜欢在阳台中按用给抢吹，你共识才发。还是要弄得美美的，有时候就一个简单的保丽龙有没有，就摆在那边，然后就这没有美美的，哎呀正经哎，我们还是要美美的。这个我们是我们去服务或是去看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实习，我们观摩说，哇，Andy 的法眼呐，正经太懂讲，就是因为它是非常方便，可以替换。古说天这种 condo 爱用的东西，也可以放在阳台吗？可以，这也可以放阳台，都可以哦。做在室内可以，然后阳台也可以，就会我们讲说是移花入室，就是我们平常 Andy 平常是阳台，因为植物它还是会需一定它阳光、空气、水这个3个要素嘛。那你在室内还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真实的阳光，那我们就是我 Andy 会从牙用它给发眼底度。有时候我觉得我今天在花园里面看到我觉得它长得很漂亮，那我就把它移进来，整个端进来，端进来欣赏，而且植物又有净化空气、去除甲醛一些就是不好的毒素的功能，所以它很好。我觉得泰嘎贝吃豆豆其实这是怡情养性嘛，好，有时候自己动手，心情会清厚，而且也是一个疗愈的沟场。该用秋奶可以看满时，就是很懒。其实买没懂满时，奶张会用这个水培的。那问一下，为什么你会突然这么斜杠？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忧郁的症状，对，每天都觉得很不开心，然后想哭，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就是一无是处的人，有这种感觉。这真的是忧郁症，所以吃都气嘎黑。loser 有吗？我们大家讲 loser， 对，所以那段期间你是因为靠着花艺园艺，对，那个时候就是在 FB 面书当后就看到我们文老师他每天都在 po 文，就是 po 说给他用他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又可以采收什么香草，或是还有采收生菜这样之类，然后每天都有美丽的花，然后看到照片就好开心哦。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决定就有说有一个开课的讯息，我就去报名。对，然后我就意外走入这个，那我就发现我就在摸植物在种的时候，你是很开心，而且你看那压它大张营人手一机，嘿没，然后都不会很专心，就是你没有办法放下手机去专心做这些。可是只有在园艺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很专心的在把植物的呵护的很好，把它慢慢的种进去。是，对。然后种好，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它开花了。对。我跟讲过，就是你看泰卡亚哈因为按用给老实说很急速的时代，其实大家蛮焦躁的。如果说你给周 C 黑时间去某寒，黑公你会周按用给事情给时间，你是真的要隔绝，就是你会真的完全把手机也放一边，你可以好好一定要放一边啊！你没有你一边看你就没有办法。你不能手机放旁边还会当啊，对不对？你把它放在室内，不能被干扰。可是每个人需要的方法不一样，你够按钮跟园艺就疗愈了你，从吗？对啊，而且其实这真的就是一种园艺治疗的部分，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哈，有的人嘅黑工给真给黑生活真给时间，他也会知道马该不该丰盛。有些人可能是音乐，唔过像玉婷鸡黑、地球黑，哇，这种水培植物带他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往前再跨一步啦，对不对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对不对？不过共识才发吼。说到这里，我真的蛮怕的，因为我种什么就会死掉。可是我以前也是啊，我连仙人掌都被我种死。我也是，因为你看，我做音乐嘛，然后很晚才起来。可是你知道，我们后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每一种植物啊，就是因为它不同的特性，它会需要不同的光照或是水分。然后老师说，连浇水就是真的科班出身，他们就说，连浇水都是厚厚的一本书的学问，就是你要什么时候浇，你要怎么浇。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说哇，原来是这样子，难怪有时候你人家说再好种的植物，也有可能会被我们这种植物杀手就是种死。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他6日你约他都没空，因为他在家里弄他的花园，因为其实很费工啊，真给料给那个一本书黑马该东西。不是说有共斗，就是我什么都会被种死，连那个泰卡同来公刚好仙人掌你不是这样，你就久加一次水，它一定可以长。我跟你讲，照样死掉。不是给不给同泰卡的分用就会讲，黑公你觉得你黑绿手指，其实水培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方式，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
个专利已经20年了，然后发明这个专利叫黄世明黄老师。对，然后就是它这个设计是会让植物自己自动的吸水，然后大家想象说土培啊是不是要浇水？可是其实我们土培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浇够浇透的话，其实水都会被土壤吸走，反而植物没有吸到水。但是呢，你如果用水培这种方式，就是植物自己会决定喝多少水。OK， 你黑公司都清爆哎，它就不会吃，它就不喝了。所以泰嘎宽豆哈，先从按永给这么美丽的这些花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放在水里，对不对？这2盆是在水里，这2盆是在水里，所以它就完全不需要换水吗？它需要换水吧？阳台的话，我其实也很少换水，就是它因为水一定会慢慢蒸发，或是被食物吸走嘛，水就是没了，它快就是水位下降，我们就再加水就行了。因为植物的根啊，它如果长出根的话，它其实它根会长很长。我这边刚好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做示范，可是植物的根其实就是会净化水质。对，那如果像怕就是会有蚊子，人家说担心的话，我们就是养小鱼，很小的小鱼，这样子就可以。小鱼，养在哪？水缸里面，就是没有，因为阳台的水盆是很大盆的，对，1盆差不多是可以放2个，所以很大，然后还蛮深的这样子，所以可以放小鱼。对，放几只小鱼，5、6只小鱼，我都放这样子。哇！大家有启动嘛？和糖鱼的其实动里片哦，係講英啲人用呢種用奶嘅嗰種嘅呢種 chip， 其實用呢種水培，用水去做，其實有便宜有好做。不過還有乜嘅避免好，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可以講。大家好，今日繞牆就係壓肉天嘅創作歌曲，我們今日嚟講嘅係用推貴巴士，用因來種安樣嘅花花草草吼。更多嘅時間，今晚嘅玉婷講，真的不會很難嗎？真嘅唔會輕難係嗎？原本我以為很難，但是接觸就覺得懂簡單，因為太簡單嘛，太簡去上課，像花藝老師搞課嘅時間，你就覺得那是一個藝術，有冇？哇，好像是一個茶道，按用嘅感覺，欣賞抽碟幾片嘅時間，也係擘開花，也係擘開花，你要按用茶，而且它有構圖。如果按有個東西，真的就唔會難，就是你就自己去買。那我要來好好問問題了，我們這個就是水培適合過年佈置嗎？可以啊，你看到呀，這就很適合，這2盆就是過年。為什麼要這樣講？因為玉婷給你拿了一個是輕用型哦，太敢扣一下，你看，這是你放的，對不對？對，招財進寶含有該邊有福，這邊是就是福氣跟招財進寶，就是你放了這種小小 C， 就是過年那個圓圓的，有沒有？太敢有看到還有這個，有沒有這個？你都在轉，對，這個就是你特別想說，你一般你平常時不用按鈕就走的，不過過年嘅時間你就特別買這樣掛上去，我跟你講氣氛完全冇空用，你真的就會吃到係過年的花氣，對，這就是過年，很適合佈置。好，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其實佢係有名嘅，我們桌上放了2盆，對不對？圓圓的，它有名字，對不對？它叫花飛碟，好浪漫哦。為什麼叫飛碟？我開始大家都會蝴蝶一點，是外面你就買叫花飛碟這樣子，就是反正當初製造這個很像飛碟的用誒啦，對不對？哈，所以你要幫我們介紹一下前面這2盆嘛？主要介紹那邊，那因為其實這一盆呢比較像是過年的應景植物，這個是我因為其實這個很簡單，我拿這個來示範，就是好。因為假如說我們今天在陽台的花園裡，我們這個叫立格海棠，其實通常只有夏天才會看不到。天氣好的時間就是都會有而且這個過年就是很常看到這個。OK。對，那花飛碟它好處就是我們假如說像中間的那一盆立格海棠黃色的那個，假如說剛剛是講給氣體的，那我們就把它從中間這樣拔起來。這樣子然後我們你去換，這樣子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換你的那個植物。你的意思就是講，如果說你種這一盆，黑公有一株是什麼是壞的，可是你也不用整個換過，你就
从其他盆拔一株，你认为它你只要可以有办法，只要你有办法把植物种进来这个杯子，我们叫做神奇杯里面，对，然后你的阳台随时都有新的可以更换。请问一下，种进神奇杯会很难吗？不会，很简单，就是你看5分钟就好了。以为你黑绿手指给你，就会什么都很害怕，有没有？很简单啦 ，OK。所以大概有看到吗？其实你可以演给你这个盘子底部有水啊，你有很多不同的盆子，其中有团爱用分享，就会你就放进去就做对嘞，就按键单，你就会买到你觉得你去花市，你去买你觉得很漂亮，你看了觉得喜欢的，那你就把它种进去，把它全部组合起来。我觉得跟画画一样，大家不要压力这么大，好像去敢黑八嘎就不敢画图，你修用就用哎，爱迪诶，我现在有抓到诀窍哎，就会你去花市。啊，你就同伊看起来，你就中医给就做得嘞。你心情好诶，就你就你也本来中医，也本来心情好，100 K、50 K、150 K 都做得，对不对？都可以。然后回来放到神奇杯，然后你就自己摆进去飞碟盘，花飞碟，对，就这样子。超，被我们说的很简单，不然你讲到更简单，是真的蛮简单的啦。OK， 那我要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它特别的植物可以用，还是？因为总是要筛选嘛，是不是？公年的时节其实就是我通常会选像这样，这个叫做冷水花，然后你看它冷水花，但是它中间有这个，它也有另外一个别称叫银麦冷水花。那你看呀，那一盆它叫银麦凤尾蕨，它算是凤尾蕨的一种，有点像蕨类。对，那我们就是。人家说过年就是讨个好兆头嘛，那我们我通常都会帮，就是这些植物可能就是有一些好的寓意，像是银麦凤尾蕨啊，蕨类源源不绝，也是银麦，这个好，有没有？这个我喜欢。然后你看到你那一盆那旁边那个有一个很多很像兔耳朵那个叫仙客来，它有你说这个兔耳颜色鲜艳的吗？对，那叫兔耳花，对，没错，兔耳花，兔耳花刚好就是今年要过年就是兔年嘛，对不对？仙客来，它是了解，我懂了。其实哈。因为俺摸给时节，黑讲什么时候适合水培，可是我觉得玉婷太棒了，给她直接进到勾眼给时节适合什么植物？哎，我跟你讲，今年 NDF Hero 的 TP 某 Q， 因为俺是罗毅里冲嘛，我就是里长把梅，里长把梅有个里长把梅服务处，同大家的分享就会有冇？公园嘅時節，喺講而家種基本應有挺少嘅按用嘅水培植物，公園做啲用嘛嘅。我們說這個福氣便利天，福氣便利達，青菜都沒。現在是要幫我們推薦對過年應景植物。其實過年我們就是蘭花也可以。像你看我那個香水小小朵的那個蘭花香水文心蘭，它也可以種在水培裡面。對，那其實但是你看到那一盆，其實我們的一組水培裡面會有7株植物，但是你仔細數一下，這邊是不是多一盆？1、2、3、4、5、6、7、8。对，多了一盆，我就是多再弄了一個小盆的蘭花，把它卡在中間。所以水培的好處就是你有時候還可以。多擺一個小盆的蘭花，再去做一些布置。同大家來講一下，就是這個花杯碟原則上是放7盆。對 ，OK， 所以大家會做對。那一盆是7盆嘛？那這邊是7盆，1、2、3、4、5、6、7。哦，兩個人很認真在數哈。那大家好，來跟他數了一下，這有8。OK， 所以這就是巧思，看心情，你想用就用。其實過年呢，花。就是其實大家可以去花市看，過年會出現什麼花，你一定會看到蘭花，然後有時候也會有長壽花。對，長壽，因為你這邊就有寫蘭花、長壽花。然後像你那邊，你看你那邊是不是有一個福祿桐在蘭花旁邊的葉子？哦，這個嗎？對，這個是福祿桐，我們叫福祿同時來呀，植物福起來，福祿同時來。一定要，對，福祿同時來，福祿桐哦，對。OK， 我覺得很棒哎，長壽花讓你很長壽，福祿同時來。對，然後像朱椒的話，就是諸事順利。然後假如說有人做業務，成交冒泡啊，諸事順利，成交冒泡這樣子。然後你這邊還有講到蕨類，又講到蕨類，銀麥鳳尾蕨。銀麥蝦莧草，對，鳳尾蕨，大家就是源源不絕。哇，我覺得我們今天好像在講吉祥話，給不給用講吉祥話？搞不搞有沒有？然後還有開運竹，對，像開運竹這裡面就有藏了一盆。其實開運竹就是大家很常用，過年一定會看到好多個開運竹，然後綁起來，然後用紅色的燈。那常春藤。
对，常春藤也可以用，只是我们这边刚好就是没有用到这样子。荷包花，荷包花它的花朵像一个钱包，荷包花你就有钱花啊，这一定要。一定要火鹤，我常常看到过年的时候台会用，对啊，鹤立鸡群啊，哦，是按钮你哦，或者说就是因为它很显眼呐，是台糖又是红色的大部分。台卡糖来给我们佛门师弟，我真的是知识非常的不足。台卡弟真的好像一个小笨瓜一样，对于植物很陌生。原来火鹤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目前为止，最台改性的是很因地卖嘛改发的，有两只条件，第一只条件是你看到分的时候，第二只条件是某个条件嘛改命，第二讲到福禄同就是好，福禄通通来，对对，他也讲到长寿了，好长寿，对不对？还讲到开运足，好开运。这就是大家做的狗年的时间一套。其实师兄有听基本带来现从俩喷，其实没有动到，这看起来就很喜气了啦，对啊，就这一盆了哈，这就是大家来讲狗年的时间你走得一卖嘛改，哦，几家来走，而且其实有动简单。最重要的事情是玉婷说，这可以放多久？像这个啊，我就种过，差不多它可以摆，因为它后面还有花苞，它继续开，它可以起码可以摆2个月。哦，全部花谢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就是这个再继续放到水里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组合的盘子，就是你就继续摆，它植物都还是会继续长。那你再施肥的话，它会再开花。OK， 所以最少走在不用的2张耶。绿色植物可以摆比较久吧？其实可以一直种，它会一直活着，是因为它有水嘛，它一直活。只是说现在没有开花，它就丑丑的这样子。那我们就再做修剪，植物一定还要做修剪，它才会再开花这样子。好，跟大家聊谈到的是你讲花飞蝶、发贝跳。不过今天俩还讲到很一通变俩还没有星球，对，这个真的就它看起来很像星球，对，它就是一个植物的星球，然后它就是也是由7组的3寸盆，就是我们就是挑你觉得好看的3寸盆把它放进去，你就先在外面它摆好一个圆，然后你觉得你要摆哪里，然后最后再加一个开运竹，因为植物大部分都属阴，但是开运竹是属于阳性植物，我们会就是好7株植物放上去之后，再放一个阳性植物开运竹摆在这边。哦，所以中间有一个开运竹。对，然后其实绿色星球它就是由大自然5元素，火、水、风、土、金。我刚以为是金木水火土，不，但是像金的话，就是它这边有那个石头嘛，然后土就土壤嘛，水我们就水，那阳光就是火啊，所以它里面也是有水。对啊，里面其实会有水，它已经快 OK， 所以这也算水培，对不对？这不算水培哦，这不算。对 OK， 如果我等下可以拿我一种改造型，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叫做星球柱。那你自己喜欢哪一个？我觉得2个都还蛮喜欢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像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客户，他们是建设公司，他们的老板就很喜欢，就是这个，他觉得这个很大气。对。然后像其实这样，假如说真的植物在里面不小心死掉或什么之类的，它也很没清缝片，我们就是直接好，假如说我把这兰花拿出来，因为兰花可能开一阵子嘛，我们就把它拿出来。那我们就是假如说这边有一盆新的丽格海棠，就拿出来，你就轻轻的托盆。摆进去，这样就行了。哦，它其实就是这样子。哦 ，OK， 真是诶，其实讲实在话，是讲俺在公司改抬头讲，俺可能没先两头抬盆的，因为这看起来真的很大气，而且很适合放在盘供学。对，师兄有听讲诶，其实叫人玩发非常改简单，还有动作而少改，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讲。讲演就道理吼，然后大家咧小解是哇，不怕听出来来种，安用改发吼，讲演做得你讲福禄同，对不对？吼有福禄哈，然后开运足，你做得动开运，怎么哈啊？但总改发错系讲有富贵嘅名，意思老去卖种咧变到无下是错咧。还基本老大家咧小解其实系好简单嘅方式，意思
发洗，卖一盆一盆，5 Q 然后是8 Q 然后，师兄刚有听讲诶，放到神器盆，然后不用多了攀地度又水之后咧，啊，刚才老太家咧就个系凉到凉个了咧就烧个系爱，顺头了飞松等一下嘅是系凉。哎，这看起来好神秘哦。那个水晶花园，但是也是我自己种的这样子。对，它的特色黑马给，它的特色其实它要花，它前置作业就是要种进去的话是，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用手这样子。可是像那一盆水晶花园，我是要拿那种小夹子这样慢慢的夹，对，然后它每个，你看它每一个都很小哦，对。只有那个服务桶是真的就整只种进去这样，但是其他的都它很小，就要剪一小段，然后把它插进去这样。然后你还要符合美感，让它就是有高高低低呀这样子。是，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可以会轻等一下，轻神秘，而且有种我觉得蛮浪漫的感觉，有点像小王子那个瓶中的玫瑰，对不对？你就会吃到要真点给植物，你就会担心它是不是不耐放。其实它可以，其实它那个可以放，像我朋友家，它更大盆，比这个还大盆，差不多像桌子那样的那样类似的水晶花，因为它是封闭式的，等于就是说，它自成一个循环的小森林，可以，他说放1年也都没有，怎么可能？对，真的。是真的，因为水它就自己循环啊，水汽就在里面啊。你知道，因为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把它都封住了，它在里面，我们不是要阳光、空气、水吗？有阳光啊，里面也有空气，它会自己制造，自己循环，它可以活那么久。可以。哇，那我选中这个。可是你要自己种啊，你可以啦，就是大家可以来体，我觉得大家很适合体验，就是。但是那个就真的就是你的手要很巧，然后把它摆好，扶到对的位置，不能歪歪的这样子之类的。因为我们其实等一下会讲到，其实玉婷有开课，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因为你就去上课啊，你就跪下住啦，手机放边边，梦天咯，好好专注在你这个森林。先拿改空间地图，只甲种伊在谁先拿带种伊，因为应该躺落去追求咧不用动，它可以真的可以摆很久，然后你就是只要注意它里面水汽，因为像水晶花有很多种，我那个盆器就是你看它外面是水会。它蒸发了会慢慢流出来，但有些的盆器是它是真的就是会流进去土壤里面，对。好棒哦！我们讲到了其实你讲体验对不对？体验哈，是讲你个阳台上的规班走的绕墙阳台个规巴适宜的压盖波卡，所以你这边也有一些阳台的体验是吗？你有，其实是有这样子。对。然后你自己也做了很多阳台规划的这个过程，而且还带小朋友去体验。就是我之前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堂作业，开始种水培，我们就是种菜，我就后来就带着我家儿子，然后我们一起种菜，对，菜就是可以吃的生菜沙拉的生菜，比如讲9层塔做吗？九层塔也可以种，但是我们那次是没有种那个。那你们会种一些什么？我们那次就种好多什么绿火焰呐，什么这种罗曼呐，对，所以你的意思就会讲，其实你的阳台种的话，不只是花，也可以种很多的菜，黑猫可以，9层塔。但是其实人家说植物、阳光、空气、水，也要看说你家的阳台，就是说我们的坐向。对，坐向如果是阳光比较多，才比较有机会说种一些香草或是香料9层塔，因为它是需要比较多的阳光。不过意思就是讲，其实木下嘅阳台除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园艺小天地之外，因为爱吃到退班也很喜欢种菜，然吃到真嘅，对，就是那个木下做的种菜种嘛嘅东西嘅时间，就是菜，那个盆栽也会是葱，有冇黑某就会。你知道你点解意思？我知道。而且以前伫种下嘅时间，迄个你真有种盆栽，嘅盆栽系荆棘。对，从我的门口会放一盆荆棘，当然荆棘是很漂亮。对，我讲意思迄个台湾人就会按用你，迄个你做的绿化木下嘅时间，绝对唔会不用讲种菜亚件事情。唔过根本你同大家来讲诶，唔系种唔得种菜，爱吃到种菜，我自己也很棒，因为你想看你种一种，你还可以吃。唔过充点嘿，就说你会种菜，你会绿化，种菜绿化，你也是可以弄得美美的，可以，对吧？可以接推口，把那个菜变成花的这个设计的一部分。
对，所以你这边是不是除了小朋友可以体验，听说也有什么餐桌美学的课程？因为我们水培就是不止种这些嘛，我们还可以种香草啊，然后像之前我们去上薄荷叶。对，然后还可以就是带小朋友去体验，就是说我们做花草点缀的饼干，然后就是因为你在阳台也可以种一些可食的花，都得吃的，可以吃的花，然后我们就把让小朋友把花，就是可食的花的花瓣啊，然后贴在饼干上面，然后就可以吃。所以它是几天用也可以抠肠啊，就是讲我自己煮出来嘛。不是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可食花，就是我们把可食的花，然后把它粘在饼干上，然后弄得很漂亮的一个饼干。意思就会讲，在餐桌美学，就是你去街边做的吃到东西，讲你要底下用你布置你的餐桌，嘿嘛。嘿，就是像我们假如说是西餐厅，假如说是牛排，或者是说有些去，假如说有些西餐厅，它就是餐点上面会摆一些花的那种的点缀的布置，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这样的，让你的。生活中处处充满美感，而不是我们永远都在看丑的东西。我觉得人生这么短，我们如果可以看一些就是美的事物，也是很好的。自己体验。我自己的经验是，有一半我去到一个朋友，给某下，然后给厨房连的一整个落地窗，给落地窗给 Noble 就会在青苔给法眼，当然就你可以想象，应该就。蛮漂亮的，不过因为也把眼青苔，古时候会整理起来，也唔系按简单。不过冲点系嘛，家己真言中青豆给那个就是香草类的东西。对，古说大家想看一下，佢嘅做下係落地窗，落地窗嘅 Noble 係法眼。古說佢煮菜啊，有冇？大家都知道很棒。青鳳片，不過黑公佢嘅煮菜用到嘅香草，它就會走到外面。直接摘下来，然后就放进去，还可以泡成饮品。而且因为充电黑，你7格钟你一定不会放农药，对，你就会很放心。你自己种的，你会很放心，说你知道它的你给个够长。后面还有像蝶豆花呀，做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除了你入菜以外，然后你去给它粥跟饮料，就是饮料它会放花茶，对，香草茶，对，很轻便的。然后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从有挺公给，就会供你吃饭的时间，你会吃到视觉很享受，对，可是你的。身体感觉更舒服当然肚子会很被满足啦。不过你就会吃到哇，这种感觉好像你哇喝个茶，你就很出去 Noble， 你就摘一点花草，你就可以做餐桌就是阳台新鲜产地直送，很快几步路就到了。对，安永给刚够，你就会吃到那个样的一个晚餐，或是安永给午餐，就会吃到 TP 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会很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吃饭的一个时光哈，不像现在泰卡斯班那时候轻素食。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周磊同开来分享，就会讲，你有家去离航哈，跟疫情前家去离航给时间，你去到欧洲的一些小民宿，你会坐在葡萄树下。因为种葡萄对你的来讲也是一件挺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得吃午餐或是吃早餐的时候，上面就会给葡萄的藤蔓，然后呢，很浪漫，真的很浪漫。你就会吃到，你就会看到个头嘎牛有冇？它就会跑过来，就是因为其实这东西算轻简单，就是面包、奶油、咖啡，然后水果它就会在。我想这么快黑吗？爱呀黑吗？你就直接摘下来。我想说也要洗一下吧。可是医师就会用同理，就像玉婷说，他没有什么农药，对，而且那种感觉很浪漫的，就直接摘下来就吃了。这就是玉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餐桌美学。所以你自己也是很喜欢餐桌美学，就是比较有空的时候，就是才会，就是我们就是营造一些那种的仪式感。对，所以而且还有一些体验课程，对吗？对，有粉专可以宣传。有来撩和只听你说，植物的只听你说，植物会听你说。OK， 所以黑讲泰卡熊的了解喊他懂给子欣就上，所以我只要在面书找来撩，然后有一个可是来撩我们要打字是打来撩，对，客家话的那个来撩。黑讲来撩，你知道打字有点难，请给吧，你就得
听你说，植物的植，那上面就会有很多松扣跟讯息。有什么样的课程你要跟大家先分享或预告吗？就是其实像水培就是很简单的，这种的种菜啊，或者说我们做这种比较偏向设计有美感的，观叶植物类型或者星球的课程。好。OK，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或者什么时候就有？如果今天泰嘎 Content 节目够黑后上粉专是找得到的吗？找得到这些？找得到，而且我有就是，因为其实像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国外，然后他就说，这个很不错，对，顶多就是假如说下雪的地方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就会有一个季节一季没有办法用，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国外。就是其实国外国人蛮喜欢花花草草，对。然后有些我知道的是，有些人他们真的是请园丁这样子，对，他就不会自己动手弄。但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是自己动手做的成就感，然后那个疗愈的感觉。对，太棒了哈！所以乡亲朋友哈，哇，记得哦，係個有興趣是做得去爽口啊！今日當感謝有聽到節目地圖啊，公演到你先祝福大家新年快樂，我聽下來，請大家先嚟做認同了。中戲福喜女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女界面書傾站，喺度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